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4月初48日的岛主新闻，我是吴思琪，送你主播是邓丽芬。新闻开始，现代乡亲的关心关于重要的新闻内容。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总统大选的副总统赖清德，要6礼拜连登去新竹西都参选，而来个新竹县总统同地比的石头，希望为6项困难的选区来抢票。科技进步 AI 机器人未会讲客嘅，联合大学研发的行业大水股的机器人阿迪股，因作为线上真竞争的行业环境来上足模拟，不过行业未了库唔大，未系研发的挑战。全面反6000万元，今明日开放一天2现金，我看到有点全面共享普发现金的电子机台涨2点，韩国跨行量唔要交手续费，到周岁9点为止，920万3亿用一天2现金。国内主委嘅驾驶出版已经国家系来到为99.96万元。有摊上小片的驾驶行规，无人爱买，就继续变了来经营。此外，国内一直都有欠缺的问题，进口量、限客、东南亚嘅营业需求，驾驶减下背再过去。接下来看到今日的客家前台条，看到的是人工智慧 AI 科技，睇一個同行業關鍵的3項技術，就係機器翻譯、韓國語言合成同語言編輯。去年客委會主委楊崇正頭一擺同 AI 機器人對話嘅，眼下國內嘅 AI 機器人嘅研發未加強嘅。客家新聞今邊嘅會員手嘅 AI 機器人阿啲個研發進入韓國成果，現在受片嘅行業會拓參，甚至到模擬會講客。聯合大學文創內嘅教授開發的行業大最股嘅機器人阿迪股，韓國結合嘅通信軟體，外面做用手機嘅平板也係電腦，就做得用合法模組翻譯同阿迪股嚟大最股，營造線上嘅合法大最股嘅沉浸式行業環境。我今天想要去苗栗玩。你想去苗栗到希望？一下用客法咪係同電腦講法咧，透過 AI 技術，電腦咪係自家思考，無論係修改天風地勢、規劃行程，都連城市未靠唔幫佢。我想條無一條條有改存所採一行嘅鐵路。為到客法，日本民眾多用多講，聯合大學文創內教授總前基。開發出這種客法大在顧機器人，未結合通信軟體，開放本民眾來用。客家話應該唔會講哈，你講翻譯嘅就對，就是你可以用那個輸入華語的方式哈，然後那個在賴的聊天機器人的話，它可以回答你客語，啊，基本就得念出來。這套大在顧內統是提供文字對話、翻譯反客法、當譯自己呢個功能。就算係完全唔曉講客嘅民眾，未使透過這套內統，觸碰認識客法也係客家文字。就是對於如果想要學客語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，比如說自學的方式嘛，就你可以跟機器人對話，但你也不用擔心就是會講錯什麼的，然後就可以從中學這樣。現在沒有用客語的語音輸入的方法，它可能假如未來可以加入一個客語的語音輸入的話，會更方便來去使用這個聊天的功能。總前基講開發客法大在顧機器人，主要用客法翻譯、語音合成、語音編寫三大步驟。另外建版成聽音階段，語音合成時間強部分先開放民眾來用。希望透過資金分配，建造更少錢，為內統hand客人性化。可能準確率啊，或者是發音啊。其實冇動好，嚇，不過因為慢慢改進，嚇，未當到鄉親啊，還有後邊有一部分都意見嘛，嚇，因就隨時都改。客法大在顧機器人建設用時間強來按，研究團隊調查未發現啲配料強語言內統，未來會持續增加其他強頭，未強化語料詞彙量。本大在顧機器人講法嘅上調hand客自然，回答自信hand客精準，做到付出客法創新嘅目標。客家新聞用電腦苗栗報道。彼得考試用